好啦，嚟到今日嘅第二項國際二級賽16米主席錦標，14匹馬出晒啊！之前都未試過嘅，試過幾次咯，但係2020年代就係第一次咯。上屆主席錦標都係得嗰11、12隻，今次呢就居然14隻出晒啊！真係少見。咁啊，睇翻賠率先啦。目前位置大熱門呢就係3號嘅金鑽貴人16蚊，而8號嘅竹園呢獨贏就36蚊大熱嘅。咁啊，通常有好多馬到7歲呢，跟住嗰啲戰績呢就會開始下滑噶咯，就好似鴻運帝王之類嗰啲。不過金鑽貴人呢就OK 嘅，我覺得呢個係雖然都有好多，雖然本地嘅賽事都係跑入獎金名次啊，但係全部都係40幾倍、50幾倍獨贏嘅，但位置就超熱咯，因為你得隻浪漫勇士喺前面，跟住就嗰一場3號金鑽貴人位置係45個半嘅董事杯嗰場，睇到佢都咁好 pay 啦，所以咧就今次係再度挑戰呢一個賽事，就係再挑戰16米。今次就係跑國際2級賽。咁見到10號嘅陽光勇士位置着咗6格，落到嚟48蚊47啊！哇，金鑽貴人係咁落飛啊！一落到嚟42蚊，唔排除會成為最終嘅大熱門。遨遊氣泡就71蚊。因為始終7歲，咁就戰績就開始下滑落嚟噶啦。不過佢下滑嘅速度就唔係幾快嘅，係嗰場香港金杯咧，騎師潘頓都唔知騎到點嘅，真係係啦。八河飛區呢場賽事佢係復出嘅，29倍嘅獨贏86蚊嘅位置。睇下騎師點發揮啦，仲有遨遊氣泡換咗周俊樂呢匹擁有唔係騎師周俊樂就擁有馬會短。好啦，暫時嘅紅燈亦都已經亮起啦，嚟到今日嘅第二項國際2級賽16米主席錦標，14匹馬角逐出晒14隻。好啦，美麗同享老黃忠搞掂，鴻運帝王、風雲武士、手機標霸搞掂，桃花開。金鑽貴人位置大熱門，着6格啦。陽光勇士會唔會臨尾成為全熱門啊？禪聖輝煌、標誌銀河、舉步新風，哇！陽光勇士係咁落飛，最後一集捉完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9場賽事2級賽16米主席錦標準備好啦！起步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啲嘅馬呢，見到外檔金鑽貴人、風雲武士一對快嘅，埋邊有鴻運帝王、禪聖輝煌啦，中間遨遊氣泡都守翻住前面嘅位置先喺佢外面仲有手機標霸，中間仲有呢隻球星美麗同享呢就喺3碟啦，咁就中間仲有呢隻八河飛區嘅。後少少嘅馬呢，先見到埋邊有竹園啦，外面仲有標誌銀河尾4尾3位置就係陽光勇士，尾2位置舉步新風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就係嗰隻桃花開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段住嘅時候，前面竟然係禪聖輝煌帶頭守住第2位就係嗰啲風雲武士嘅巨冷門，第3位嘅馬呢，拍住個分別有鴻運帝王，拍住外邊嘅金鑽貴人啦，守住第5位就係啲美麗同享啦，第6位就係嗰隻手機標霸，響佢埋邊有遨遊氣泡，外面上緊去咪叫做標誌銀河後面幾隻馬啦，分別有啲球星尾6尾5位置就係呢啲竹園啦，外邊陽光勇士尾4尾3舉步新風，尾2位置就係嗰隻八河飛區，暫時殿後嘅馬匹都仲係嗰啲桃花開嚟㗎。
好啦，過埋68轉彎入直路咯，前面禪聖輝煌、風雲武士、金鑽貴人係呢3隻噶啦，中間位置呢就有呢隻美麗銅像啦，埋邊鴻運帝王呢到底夠唔夠位呢？嗰度外面上緊嚟嘅馬有標誌銀河啦，馬林中間捉完冇位啊！好啦，到嚟最後200零米，金鑽貴人出咗嚟先，捉完開始上嚟追佢，外面上緊嚟嘅馬有遨遊氣泡、大我當標誌銀河，最後100米呢啲金鑽貴人佔先，捉完越逼越近上嚟，接近終點，金鑽貴人贏出呢場主席錦標啊！哇，真係可以見到呢匹前短途王呢，可以喺最後嘅關頭裏邊，終於成功頂住竹園嘅衝刺。至於第3名就係遨遊氣泡，第4名係咪禪聖輝煌呢？咁樣結果呢場賽事，梁家俊好波啊！金鑽貴人成功喺終點前頂住竹園嘅衝刺，捧走今屆主席錦標，跑第3名。就係嗰隻遨遊氣泡，第4名外面衝上嚟啊！標誌銀河同埋舉步新風需要影相。